係改風，我係一個藝術家，對藝術家朋友嘅咖啡館，訂個老朋友，點二咖啡，聊一段客家嘅風法。各位安上風法嘅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改風。入面呢要請到一隻熟識當橋嘅好朋友，係客家嘅山歌嘅歌手，我應大家應該對佢唔會陌生。我想先請英來老大家帶下陣風。好，主持人好，一峰哥好，香港呢電視機面前嘅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羅英英。因為你熟識其實一橋嘅吼，你要橋下做當做奇怪嘅事情吼。我記得講當做以前嘅事，唔係當做啦，做唔講當做，你就看下當路。這段時間以前吼，嗰時嘅要做一隻一種小劇場，樣嘅一隻工作。嗰時嘅擔任製作人。嗰時嘅有煽動一篇短篇小說，佢改編成一隻舞台。嗰時嘅做安尼兩下做算讀書時嘅時間。因為佢做以前嘅時間，我記得有擺喺像過年嘅時間，你向他主持一隻電視節目，錯嘛？因為在個當做以前，有你去課台做乜嘢事情嘅時間，有人讀到，所以佢算起來差唔多6、7、8、10年前啦。就按叫嘅時間咧，因為難得好請來上來節目，我就想講，你先來講一下一件事情咯，一直當好奇一件事情，就係講，其實我爸爸嗰邊嘅行業，媽媽嗰邊其實有外省，又有周族原住民，有當多種省份啊，對人講，其實我當好奇一件事情就講，你知道，你知道你本身就係台灣那個民族融合嘅一個狀況嘅。錯。唔知講你話看這個按到背景嘅一種。其實我係因為細細些唔知啊，吼，但係睇些長地講，我自家嘅家婆去改編，我家婆佢嘅爸爸係福佬人，和家婆嘅媽媽係原住民周族的純正的周族人，這樣子。我嘅爸爸、我嘅阿公阿婆全部係漢人啦。不過因為我細細些係在客家種台嘅，所以對呢係種出嘅呢係嗰個族群族群嘅觀念呢，冇上按到。和就個講做，我嘅家公佢係外省人，佢係真正一開始天天講講過來的外省人，所以佢自家講，佢自家就係那個老外省。對。我係老兵。對，所以在呢一部分來講，就係族群嘅認同。其實我冇上按到，就係因為自家會講客家話，香港我細細嘅時節哦，我去讀幼稚園嘅時節，我唔會從任何嘅呢翻譯嘅通繞，什麼小星星啊、造飛機這些。我全唔會，對，我只會從客家嘅歌曲聽，所以我嘅國語點都係去上課，才開始學嘅。嗰時嘅我哋讀小學嘅時期，啲老師是經典做唔到講客話，仲未點講國語，所以到學校條就條講客話會俾人打了，因為老師會笑你了，就做唔到講客話，全部講國語。其實就一種語言嘅一個調整，對，整個轉化了。不過但都唔知這個省行有按到某區樣嘅算是族群吧。同這個省行嘅時間，啲到嘅時間會因為這個有周族，又有外省，又有客家，按兩個省份嘅時候有困惑過嗎？沒有我只是問我爸爸媽媽說，干掉用冇批讓我去讀政治，我不一定可以當女總統。純正的台灣人，沒有啦，就是就係第七個按到身份嘅些上材料張煙團，我電到去到東叫我，就係我要按到嘅族群才愛嘅認同，該對了文化嘅
投入吼，和个认真嘅进行，就和下鉴定，就想讲，我要按到嘅身份，我做得好好，做到嘛嘅事情，所以就会按努力。本来想讲啊，只是玩玩看，有表演就去，和结果偷谁下去咧，就只好就一直做下去。然后知道有这些身份，反而就是很开心呐。其实我相当咩都会困扰，就讲应该做很多事情当中，因为有一种血缘的连接嘛，一只血缘的一只连接。其实个像啊前报嘅做去那度去嘉义云林嗰边去留一只振兴中学双科，就读咗一只老师，佢老师其實特別年，佢咩講幾年咩特別年，標準嘅特別年。不過佢就走到嘅阿里山周族諾波一只國小，像阿里山國民中小學去做老師，佢學校地波學生啊全部做周族嘅年，周族嘅學生嘅。佢成日做視察，佢在我去嘅演講嘅時間，佢就我真係問當到嘅周族嘅故事，我說哇，其實老師都嘅原住民嘅口傳嘅嘅傳說故事真係當精彩嘅了。我就想講，唔即個上一批有按量嗰隻血緣，唔即個有轉到周族去冇？冇呢，因為我嘅家婆下咗個性，所以我才幾個聖誕嘅建議就係叫佢食便龍甜甜，其他嘅建議就係講學羅法，和我嘅家公講國語，和所以佢就講係世界上是對方嘅唐唔說，和就會係我嘅媽媽翻譯。他們嗰啲都馬英嘅些，附上馬英嘅些，就唐嘅些，所以我對我家公家婆嘅建議係按用型。所以全部嘅語言全部做成拉薩巴開始學嘅。錯。不過我想講嗬，其實一開始我留觀眾朋友小過嘅講一下，就係講其實前一波嘅英有情愛要談件事情。我說呢件事情我說當有去啊，當有去就會講英情愛。合作一隻可能佢前來講可以有辦法來寫一隻，因為寫詩裡面有辦法來寫一系列歌詞嘛。其實佢談英情啊，做啲事情時，其實一感通嘅了。因為我知道人那一隻歌手寫詞那件事情，其實係當難嘅事情。所以今日做採訪一開始就應對喺香港，其實今日某一天係1點鐘。大家因打出來過因聊天某一天做的除了聊天的過程，就請到一條歌去做得下本嘅，啲演唱過嘅咩？其實周族沒有當到佢自己原來嘅嗰種傳統嘅嗰種歌，周族的歌。我就想其實對周族來講，做嘅事情最客家聽原始嘅山歌，周族沒有自己嘅歌嘅，其實。我別講就講其實用唱歌嚟講，係咪有可能有一條路係往周族嗰隻方向去挖掘，挖掘自己送一批嘅血緣傳到周族去，然後周族嘅呢隻歌曲嘅文化，那多年嘅客家嘅嗰隻山歌地方來，我說了某一天以後搞，我說做的是可能某一天做的像客家電視台搞一隻節目。某一天做10集吧，用10集嘅方式去尋到一條尋找周族老客家三個可能結合嘅開始。怎麼樣講呢？因為我哋已經其實係一隻深度上其實動到快嘅啥嘢。我想講，在你開始嘅時間我想請英英講看看啦。其實對你嚟講，唱歌係一件當重要嘅事情。我想講最早嘅時間。你會開始去想到唱山歌？應當講因為我係聽定阿公阿婆睇嘅嘛，係我嘅爸爸媽媽因為識條路，所以我細細時嘅就在台北上班。我係我阿公阿婆土台嘅，喺在啲歌唱當中，我嘅阿公阿婆佢哋時常唱嘅就係客家歌曲，所以唱歌對我來講唔係乜嘅當難嘅事情，因為就耳濡目染啊。喺個按呢嘅我阿婆唔識字，唔過按呢客家嘅文學當升起，就係唱歌嘅歌詞方面按到口頭文學，就係根本就乜嘅。學搞嘅事情，今日要埋心情來分享，和老一批嘅人就
拍摄讲，然后对 Q 什么嘢嘅些唔好讲出来嘅法，嘿，就用创嘅。韩国本来比如讲散到散之间，喊音嘅些用喊嘅可能喊唔到，喊用创嘅，可能对方就听到咧，因为又旋律又曲调，喊对散又回音。咱就听得到，所以我嘅歌唱就係我嘅阿婆雖然唔識字，不過佢3個月跳錯，所以咧對我來講係一隻當基本嘅示範，冇乜嘅特別去學，所以講我到讀小學就發現講，我對呢個方面非常嘅有興趣感，因為我讀書以後我嘅學教育為音樂欣賞。佢就專門有教客家歌曲，曾憲新老師嚇，佢佢就專門教成年咧唱客家歌，唔講兼係教當年，就係佢教個嘅每日班上韻特別好嘅，佢會問佢講，我當呢嘅物嘅時間會練歌，你愛來麼？佢我就當幸運本身上先到，唔過先到係先我當歡喜，因為我當好唱歌，喺歌如係唱客家歌，我很下歡喜，因為咧係我最熟嘅曲調，唔過我嘅媽媽當反對，因為反對咯，我媽媽想講就好好讀書。冇去花時間去學唱歌嘛嘅，挺浪費時間。下課之後呢，我媽媽就送我去補習，所以報妹呢了微信上就在當日嘅當朝，就係12點半到1點聊半點鐘嘅時間，就係大家哋嘅睡夢，喺我就去老師學唱歌係，喺我媽媽當反對，我喺線上請媽媽講，媽媽咪唔肯，結果佢做咗挑戰。就係我搭擺嘅考試，一天愛保持就係幾多分，因為擺模就做唔得去。喺我認為其實我唔係當好讀書，不過我認為上愛做得去唱歌，所以我就在讀書考試呢方面我就當認真，搭擺都要達到媽媽嘅要求，所以我媽媽就絲毫不愛去唱。絲毫不愛唱，感恩。不得已，對，唱造就一隻還後生嘅上國嘅歌手嗬。其實講到後生嗬，第其實英英哦，佢有一隻激發到嘅後生人強下，所以我剛一開始談到嘅後生演藝坊就後生演藝坊，其實係老一群當好唱歌嘅演戲，當好舞台劇。客家後生年組合一隻點，我所以到下一節嘅時間，我哋來看一下，因因老叻條後生年，讓佢去開始運作一隻客家後生年嘅小劇團，我所以呢點面應該大家來分享一下。係講從本年繼續我阿婆冇從我阿妹嘅隻時台係講，我平年成年就出去做其他想去做嘅事情嘅時間，這個在社會上可能會被講成是一個失格的母親。還好我是生在這個年代，剛才唔去做兩件事情，反正沒關係，我只是變成失能的女人。各位觀眾，加油啦！大家講到，其實老英英的結業當作就開始。我記得英英圖2012年的時間，佢創立一隻劇場，很多後生演藝坊。嗰時佢創團的第一隻作品，叫秘密傷口。一隻秘密傷口的小劇場的一隻劇目，其實就會改編自我的短篇小說，叫做《女優紀靈日》。嗰時其實我第一個因愛改編我咧隻短篇小說做小劇場嘅時候，其實我心中當歡喜。因為我哋因係一隻當長時間做到客家山歌、客家文化啲嚟做當到努力嘅隻並我係好熟一些嘅。其實我一次冇機會問因哦，就講嗰時佢做乜會寫到呢隻故事？其實。先聊這故事係，因為我哋看動到嘅小說，和結聽用雅譜係，因為我們把它改編的這個過程，我們自己也很多的
矛盾，就是的安永兴有没有偏离你原来小说的这个意味？但是其实这是想要表达出一个现代女性，在一个这个台湾的这个族群环境里面，她在不管在生活或者是工作上各种的冲击、冲撞，还有矛盾的这个心理。那俩比妹上海啊，哈，讲起来其实我们最大的一个启发跟宗旨，跟我们想要表达的，就是其实每个人的生活都是有一些自己不想要被人家知道的秘密，不过因为剧中的女孩子她会割腕，就如同小说里面那个伤口是一定没办法隐藏的。那水妹呢，你爱上海有本台家看到嘞，那也是她心情上的一个释放。其實我唐英安樣講當然我知道一隻故事，一隻小說，本一隻劇作者、製作人改編到一隻舞台劇嘅時候，就成立一隻二次創作。一隻天禮拜創作對我來講，其實係一隻全新嘅事。我沒有想過，哪一隻製作人佢樣去看安樣一隻故事，結聽來改。呀，故事底部的一部分變到那一隻形式的表演藝術。其實嗰時嘅我有一個劇場看了一隻《秘密傷口》，看到時嘅第一個反應，其實我想到嘛，因為那隻呢，那隻製作人佢自己有表一道東西到那隻劇底部，安尼哦，到那劇本底部。就我想過其實那隻故事對我來講係我自己本來採集到的一個故事。不過轉到廿嚟片嘅時候，我就感覺講，就像我剛剛講嘅，其實這個故事底部一個女主角某一個部分係像一個新都方一個角色。我是都係咁樣，我唔知你這個點想。其實我來看嘅時間該從我貼片見中，該從我下講唔出來，因為唔定你看嘅感覺文用版會想講。我的小說怎麼好像有一點被改成這樣對嗎？不過就是真的就是有加一些我們自己的想法在裡面啦，就會講你種文化嘅東西像做了係愛當緊種嘅，因為唔係愛你自家啲嘅沙皮，就會在舞台劇，就是在劇場的演出裡面。而且是在藝穗節這麼大的活動裡面有客語的表現，這個是第一次，所以其實非常多的人，包括補助的長官，他們都非常關切這件事情。那我們做了以後，其實我們是帶着很緊張又很興奮的心情去做這件事情，因為瓊下彩麗藝穗節演出的時候，有很多就是其他非常頂尖的劇場的好手，他們都會互相觀摩。其實我知道一隻好嘅故事不管係一隻小說，也係一隻劇本變到一隻劇場。我感覺其實輕鬆一件事情，佢做得反映一部分底下一啲沙飛裡邊一定數量的群眾，比如說《秘密傷口》，我就感覺其實佢一定程度反映到底下像因那種年紀嘅拄到好結婚嘅，又拄到更細年嘅，又拄好拄到一家因為有細年嘅，又有先生嘅，面臨到相夫教子嘅四隻師你用去留一家本質上想愛嘅工作，韓國一個想愛發展嘅一個方向，你用去把握嘅問題。其實呢隻秘密傷口本來嘅感覺就係講呢樣，就係其實係一隻現代女性嘅掙扎。只是說佢透過一種傷害嘅過程去表達佢自己嘅掙扎。不過你睇我咩啲人家做媽媽你睇你有樣嘅去用一個安樣嘅心情去面對一個害片講到呢出嚟講到，我在1803年嘅時間，我有接受捍衛費嘅補助，去台六採集山歌去做那個田野調查。和該公司就安排我去1個半月的時間，和我就有拿到補助，不過就在放棄。我拿到有些我當放棄，不過應該說去考試的時候，自己對自己非常有把握，所以當放棄。不過拿到嘅時間，電到當修理，想講到底愛去麼？和我自家屋下。我自家娘家我爸爸我媽媽我嘅阿姑阿叔佢都就講，你咁愛去，你成日長還忙熱水，你強好，你還忙，梗係你就愛出去，咁因為
错过声音嘅慎重，喊讲你家用改变，家讲改变，敢袂有意见。哦，确实係一個愛討論嘅問題。係，喊我就想講，我問我自家嘅老公，我就想講佢興趣好咧，喊佢就講我冇反對，不過我冇當自持，吼。所以我就我耳孔地圖就談到冇反對天天，後背了記我冇談到，談唔落去，係，所以我就想講，不過我就係愛去。咁個講到了以後，我就問我嘅阿婆啦，吼，我就問佢嘅意見，因為我最疼佢嘅妹啊。俺講到嘅誰來就唔得去做下呢一件事情，我最有印象嘅就係當今年下雖然我嘅阿公過身咧，咁我印象當中，我阿婆當時讓我哋鄉下工作實盤，係就係去為電台卡實報，也就係只客家嘅社會應嘅 TV。俺我就講緊我問緊阿婆看見樣板上呢一件事情，俺結果我阿婆就當支持我去。係，喊我就講，我嘅阿婆是這麼傳統嘅社會人，佢都當主持咧，佢就冇乜嘅關係。喊佢就講，佢係因為你係我嘅孫兒。我就想講，呢一隻書台吼，係講從本年繼續我阿婆冇從我阿妹嘅隻書台，係講按表年成日就出去做其他想去做嘅事情嘅時間，這個在社會上可能會被講成是一個失格的母親。也激發一種美。對，但是我在想說，如果在這個還好，我是生在這個年代，剛才唔去做兩件事情，反正沒關係，我只是變成失能的女人，就既然都已經背負這個想法，我就毅然決然就是去了這樣子。所以對家庭倆地，我最尾我想通一件事情就係，我想我以後可能只需要對我的孩子負責。他怎麼看我這個媽媽？係講起在我嘅身上看到我對這文化嘅堅持和個努力，到底運用在佢嘅思想地圖就係，你想係得到乜嘅，你就係自己去努力，自己去簽答案。我希望等佢睇嘅時節，佢做得在我生活學習到了安樣型嘅精神。我想我就唔係一隻失格的母親。唔係啦，我所以決定唔係。我自己想係嘛，我知道講吼，其實。唔會做嘅事情，就會一天想用自家嘅堅持來留細年嘅溝通嘅一種方式。我相信你睇嘅慢慢嚟啲。當然，你面對到兩隻時代嘅一種無困樣嘅觀念啦。面對上一輩啦，面對俺自家下一輩，我想一切啦，我自家嘅困樣，面對我自家爸爸媽媽面對我自家嘅阿公阿婆嚟到，能夠。我自家娘嘅面對我自家下一代，我自家來嘅娘嘅去想卡，我想我們是卡住的一代啊，卡在那一台啊，一台娘嘅留下一批客家人，下一代咧就係後生嘅少年嚟講，乜嘅客家人，所以呢件事情重要。當然我想，唔係透過歌唱，我想下一台呢是嘅，我想留英是可能用。唱歌歌手按樣嘅身份來聊一下，到底客家係乜嘅？對音按樣一隻，到中國去看到按到山歌嘅一種傳統文化，做嚟台灣嘅一隻後生年，用樣去想台灣嘅客家嘅山歌按樣嘅發展係。摘茶。愛摘出兩山皮囊，山兒嘞，莫摘啊就落了哩呐。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今日請到演來節目當中，其實談咩同到，家其實有講到演嘅一隻後生嘅山歌歌手，咩因為後飛一隻逐夢計劃，叫一隻機會到中國去看中國嘅山歌，
其实我印象我老因聊一下就讲谈一下，就是喺中国看到中国的山歌，呢件事情对你按样后生的山歌的歌手嚟讲，有乜嘅启发，还有乜嘅冲击？其實許多台流改片啊，嘅動力係因為我在兩篇學習嘅全部係台灣嘅山歌，韓國歌詞，和得到嘅兩條資訊，相信係線上讓我講，哦，你係台流提起嘅山歌。不過因為我係知道，就是我一定要親眼看到、親耳聽到，我才能會心裡很踏實的人。所以我就想講，如果了解機會，我想係去假去談改片嘅人唱，韓國談改片嘅人講。所以我係帶定你係去找養分的心情去的。後生人學習嘅你係心韓國進修，你係不愛入啟發到的，因為我會我會啱講係因為吼。台灣嘅山歌其實講起來較簡單，就係基本嘅曲調，韓國小調歌曲，韓國戲劇，吼了條東西，韓國節奏。不過在台流提起呢，呢條改編，他們叫真的是口頭文學，他們動的是腦子，就係講呢條鬥歌，就係我創作視覺化之後，你入面就係用視覺化飛本來，他愛就找個飛轉去，飛到你冇法度飛。位置你就輸嘞，所以他們是一個腦力激盪的一個文學，所以叫做相信呢，可能佢冇談過嘅名詞，他可能就被年輕人打倒了。所以叫做對學習呢件事情，叫做係當然而解。不過因為安利台灣今年下普遍係線上用辦高從乜嘅歌，喺愛就怪好，怪排起來，還去表演去比賽，這樣子其實就缺乏了我們客家歌曲本來的這個，應該說原來想要自己創作歌詞的這一個腦力激盪。從台流改片，你有看到嘅上一批嘅唱山歌嘅人，嗱下一批嘅後生嘅山歌歌手，兩上你去進行按樣垂直嘅交流。錯。比如講，好，比如說像有一位大師，作曲大師陳勳華先生，他其實他每年都要求自己繞 Q 起價日聽來發表日表演，就係講他一定要做一個大型的山歌劇。那你要動作又跳舞又唱歌，哈，你要韓國文學嘅激盪，也要寫出新東西歌詞，韓從你要部分去求動言語，然後你愛性嘅。為新嘅東西嘅後生人共下來做交流，共下做一隻清好嘅東西出來。所以我去採訪佢嘅時節，介日係我記得係臨暗啊，喺我看佢當甜嘅容啊，喺佢就講佢照先頭長老佢嘅學生啊開飛開好，因為他想要在籌備新的山歌劇，所以佢到佢嘅學生啊共下開飛來研究新嘅東西應用辦創作出來。因為他說一個人的力量有限，我知道的是舊東西，那如何讓這個文化這個東西延續下去呢？就會舊嘅東西本後生嘅人學起來，佢做得佢就留佢保留起來，和最好嘅係就新嘅東西吸讓後一批雜個共下來加入你係投入你係創作嘅部分。有的時候我知道那件事情哦，就是到一地步哦，佢一定嘅 tendency 都係會改變嘅。你也這麼講，其實越來越少後生人去唱山歌，也係運用山歌嘅元素來做新的創作。這麼較少，原因就可能就出到嚟。可能上一批嘅人對於山歌呢件事情，佢係想住按樣照唱。其實還沒當好。原因嚟講，其實講你上一批嘅人認為嘅山歌按樣照當好。前好嘅一個方式嘛個，認為到你按樣當好嘅山歌。我教本後批嘅人來想，一個基礎，你係一個基礎，唔係千個嘅地方。該當應該做基礎嘅。你本後生人吸到人嘅鏡頭當中，人家鏡頭當中本後生人企上去以後，其實企得嚟怎樣嘅想法，這個看下遠嘅地方，佢怎有辦法啦？佢想要企到山歌嘅基礎當中，這個帶到下一個高度當中去。我想呢件事情可能最佳應講嘅，可能你要想嘅就講，客家嘅山歌有乜嘅辦法
教下那都唔係講教後生人咩呢？其實咧後生人我想法，佢喺識到對佢係冇認同嘅時期，講出大話其實咪出笑，係咯。所以我想其實吼，我咪有想到講，其實所以一直安樣嘅一直感覺，將其實咪在感慨，感慨講其實吼，謝謝唐阿婆唱山歌，我唔知冇彈，冇考唔來，我冇唱歌嘅天賦吼。不過就唐阿婆嚟唱山歌，佢喺中田嘅時候就哼一些客家的小調啊，那種山歌啊嘛，那種吼。安樣嗰隻東西其實講真嘅咯，越來越少，因為我當漢的讀講上，你隻年紀嘅後生呢，還要當專心對唱山歌，我還是冇讀到。因為其實講落葉培嘅人吼，佢哋愛去接觸後生人嘅新東西，然後去鼓勵後生人入新嘅東西嘅世界吼。我想講，其實我哋客家嘅後生人，然後唔係客家嘅後生人，不管你係認為本將緊鼓勵上愛強下來投入你嘅創作，然後講你真緊當入心，吼，上愛強下來投入你嘅客家嘅歌曲啊文化嘅工作。我想講，你咪冇按腳出去。做你全新嘅東西，就會你其實這只是一個語言，但是因為有學會費，其實學會費就是支持按樣型嘅促進，繼續去做你嘅文化嘅傳承和個保留，和有按樣型嘅動作嘅時節，後生人來聽嘢些運動嘅門切㗎，基本嘅東西你知冇？比如講，好基本嘅客家話嘅意念。好，和你想來創造新嘅名詞出來嘅時間，比如講你係外語啊，英文哈、日文嗰啲，當你都有新嘅名詞做出來，好發明出來，咁嗰啲發明出來呢，做得本人留下來，你一樣係一隻關鍵。所以你係創造一隻新嘅東西出來嘅時間，你要考慮講，你係真正想來做出一隻本大家做得接受嘅東西流傳下來，然後你只是。上去拿到獎金，做一隻動腦嘢嘅歌曲，很像冇咧，你像下打賞，吼。所以講到你係記得愛學習一下客家基本嘅曲調，係因為其實不管係哪一種嘅語言，你出面吼，韓國學老法，冇出客家話，其實連外國記得全部融入一字形腔，只是客家人比較會特別說明，吼。一字形腔，按樣型做曲，吼，然後係好嘅歌曲，佢按呢個後生人才做呢啲東西嘅些，你就考慮到冇？你係創作新嘅名詞嘅時間，你念出來的跟你的曲調不合的時候，那你難怪會被罵。對，因為老人家佢條談唔新嘅新嘅名詞咧，係你要從來老嚟冇強用，嚇，所以佢條就下冇法度接受，所以唔係講。落葉培嘅人一天愛接觸新概念嘅東西，就其實後生人自家又係想樣辦做到大家都欣賞，或者係鼓勵你繼續做，因為這也是一個淘汰的社會嘛，就是你不能單純的就這麼做。我喊你講到山歌吼，因為自家唱山歌呢，我想吼，觀眾朋友，我想你莫講聽到吼，應該請一個歌手來上節目，我幫你唱歌，迄主持人你唔唱。所以我想然後搶一下嘅音樂，看下獻一張，現在就做唱出來一條山歌，然後給大家分享一下。嘅就落山歌啊。落山歌，哇！摘茶，愛摘出兩山皮那。山依咧，莫扎啊，就落了哩那。山依，莫看嘅阿哥面啊，愛一生咧。古節啦，就算了哩那。正經吼，像安尼樣嘅歌曲吼，我想講，
也係一個傳統嘅一條歌誒。真嘅當希望有像那樣年輕嘅人，我是冇辦法，因為我真嘅冇辦法唱歌誒。希望要唱歌嘅後生人，你行年嘅話，想看看啊，用乜嘅方式做得留老一批留下來嘅山歌，用唔嘅到自己嘅方式，啊啲歌會傳下去。我想咁樣其實真係青春有安呢個時代改動我做嘅事情。我真嘅搞幾年啦，錯，真嘅都冇睇咧。真言一下中午睇到。不過真言哦，你按彈一下哦，如果上到去超過啲聲音哦。就你問過我啊，吼，講其實你去到參加這水台做安樣傳承改實情，你覺得是轉機還是危機？在有資源的情況下，我說真的，其實做文化一直都是在危機的狀態下，沒有轉機。沒有轉機。對，因為如果有轉機，它就不會是文化，對，它就會是一個流行的帶動。其實我今日前面了講到很多山歌嘅問題，因為我講其實我一直都知道講我哋一批客家後生人對客家呢件事情冇講文化，因為真係講文化挺沉重，真係挺沉重。啊，你覺得我想就講，究竟客家對我哋一批還有乜東西？你要做媽媽嘅，我哋咪做爸爸嘅。到底在兩個年紀嘅時候，去反芻啊！你些時候，原則上你係吸收阿公阿婆嘅上一批嘅嗰種養分，太嘅些年。所以你一批老阿公阿婆嚟嘅話，你當前的一張年代，因為嗰時嘅原則上較多隔代教養，當然還有隔代教養嘅問題，就給他鄉下嘅地方。如果說隔代教養一直就會親後為口傳文學、口傳傳統嘅一隻。傳達嘅方式，因為爸爸媽媽係傳承嘅，佢當到上一批嘅東西，一定要靠阿公阿婆，才有辦法傳到下一批。如果時代一改變嘅時候，就是講你下時代慢慢嘅分眾嘅精緻嘅當到你唱客家歌，用客家嘅這種腔去創作嘅這個歌曲，就這種你要去做事情，沒有當到後生人想。用山歌元素來轉化成新時代一隻東西。不過結論是，山歌慢慢的式微，這是不爭的事實。面對安樣的一隻山歌的逆境，做一隻客家的後生山歌歌手，這個有乜個改變的方法？其實就你問過我啊，吼，講其實你去到參加這水台做安樣傳承改實情，你覺得是轉機還是危機？在有資源的情況下，我說真的，其實做文化一直都是在危機的狀態下，沒有轉機。沒有轉機。對，因為如果有轉機，它就不會是文化，對，它就會是一個流行的帶動。對。那我就想講，今年後生人，你想來挑你安樣嘅工作嘅時間，你是想講與世界接軌。但是你要投入一個文化工作的時候，你入到傳統嘅項目，你有沒有跟傳統接軌？因為你必須跟傳統接軌，你才能夠知道傳統的文化。就像講，你要去日到新界國家去帶，去移民，你冇可能冇做功課。就像講，唐人講到好愛就去，你就下少。所以你想來聽你安樣一個工作嘅時間吼，令到外省學習傳統嘅文化係乜嘅東西，和材料文化當中，你就做得做出乜嘅新嘅東西，和最美呢嘅東西可能會俾人流傳下來。30年過後，50年過後，呢嘅東西就會變傳統。其實我說嘅呢個問題啊，唔係單單你客家嘅問題點點啦，當到冇不管係像原民文化，也係少數的一些藝術工作者嘅處境，其實就像你下講嘅問題，可能那接片有時嘅沒特別會想講，其實究竟按到資源走去哪邊？當然，當到資源團你看唔到嘅地方就冇睇咧，就這樣兩趟。我這個想一下，當中也會事情最嘛，就是講，
就差不多到了一年纪，就40歲上下嘅時期，到咗唔係行到社會一個中間位置嘅時期，因為你有經驗嘅，咩地一條路行過嚟，我遇到乜嘅艱苦嘅事情，咩地講前面有乜啥呢？後位前輩，咩有起燈無天同嘅前輩，全部唔睇啲都會看得到嘅，就你企到嗰個樞紐嘅位置嘅時期。我知道你下時嘅就會挺難嘅時期，對上對下其實你相對就當好嘅方式，真係辦法去解決呢個問題。當然我妹妹講，你呢個時代人最有辦法去解決呢個問題，冇一天咯。對呢個部分我其實基於人性嘅考量，我知道其實有些難咯。因為我就想講，某天你哋後生呢，肯定嘅雙語片年嘅書，韓國嘅時期咩忘記，哪一隻書確定嘅忘記。那個就是就表達還有上年看書，我見唔可以表述，沒有可能會發生呢樣事情。我說你係人性，係人性。不過我喺上班就講，透過安樣嘅溝通，係由後上年老人家做得圖兩條山谷嘅路當背，加13年看書，加2-3年看書，加3-4年看書，我知道山谷就唔會真見無才者，就唔會真見無才者。因為一隻東西嘅消失啊，雖然大家頭前都講就係冇頭就冇頭咧，確實就冇頭就冇頭咧。我講咗，這個冇頭以前係咪還有值得被留下來嘅一隻美好？我想其實山谷一天呢，你客家一天值得留下來一種很美好嘅部分。只係講，你要留下來咯，你要留下來咯。所以呢件事情，我想我一天冇答案嘅啦。我知道應該多多祈禱嗰隻想出辦法來解決呢個問題嘅嗰隻位嘅，唔做祈禱嗰隻當不了，所以唔太辛苦，唔太辛苦。唔會啦，其實好像是會去辦咧講習會啊，然後係講講座嘅時節吼，當因為問到一個問題，就係講。你算係後生人，你用辦來看你係客家歌，用辦做得穿身下去，佢最尾嘅結果係用辦，你就想過喎。我記得有一擺，我係去南埔，去參加一個叫做國小老師的這個教師研習會，就是他們一定要有那個時數嘛，然後就是記點數啊，所以叫做辦安樣應該按講，我去講，動眾講日兩屆係大概30幾位國小老師來聽演講，裡面只有1-2位是聽得懂客家話的老師啦。所以就將線上問到我安問題嘅時間，我就講，我覺得不一定要強迫每一個人會唱，就是用你去教合唱團，你去教很多人唱歌的時候，那如果他們不會唱，你怎麼辦？那你就沒有繼續做下去的辦法啦。我說不會啊。就像我今天來這裡一樣，我打白起大家為說，我只有一個想法，哪怕是10個人或100個人，用日改音，用人意，佢冇注意去聽到客家嘅歌曲嘅時節，佢啲好輕鬆，然後就成功咧，因為佢可能上到就是個上老嘅人講過客家歌謠，我聽一下看，係矮啲嘅音樂咯。我想安樣就好咧，冇繞 Q 聽到，其實繞 Q 聽到嘅時間吼，得到嘅結果冇一定係好嘅，我是這麼想啦。其實我想到一個節目，你應該可以做，你希望客家電視台試試看啦，可以辦法做一個節目來講嘢哦。我知道應該用一個方式來講，做山歌，用山歌來做，讓佢做哪個？請，因為今日其實開始嘅時間就講。其實咧，一點鐘嘅時間，看有辦法想到一個辦法來下為你下一條歌位，用山歌來唱出來。迄兩隻觀念成立嘅話，吼，兩創意成立嘅話，我就想講，客家電視台應該做一隻節目，乜嘢節目？就講唱一隻客家地輩，某一天係留山歌有關係嘅，咩可能係賴比夏老師，吼，咩可能係其他客家冇培養環境嘅人，用一隻訪談嘅節目來談出嚟以後，唱一隻你唔聽愛吼，你做情感要面啊，唱其他人，你冇聽做得下來出來吼，唱一隻做得下詩嘅人，然後兩隻人講1點鐘嘅兩隻人生啊，用一條歌詞來寫出來。
下出来以后，你再转成一只新式的山歌，就用山歌的方式，然后你再歌曲哦，请一个老师来谱曲，你这样来唱。我想按照大只1小时的节目，做到为一只客家的人留一条客家的歌，用山歌的方式唱出来。我说的做得呢。客家电视台，你来做看。我们同朋友今天做唱嘅音哦，安尼客家的后上的山歌歌手来做你的节目，讲嘅当到山歌的好法老坏法。如果是到所有的法吼，我感觉其实就会出自于两只石头的后批后上年对两只客家，对两只时间点。多少是会做一系列事情的一只想法所以每当欢喜英做的哪年分享很多，伊莫下一摆做的看到英去主持一只家讲出来一个节目我都骂名，我没搞不清楚，这个好好笑。按这些今日答应大家节目前的播希望大家做的喊他熟悉。客家山歌的两个现况，感谢伊今日来拿你分享很多好的老唔好的。我是我哋个节目多俩做，就请翻译就做糖多按两个发，咩唔掂样啦？我哋可唔可以做啲剪睇嚟？今日老朋友英谈得嚟点做，其实我心中有当多的感慨啊。做一只客家后生人，我知道因并啊社会事情很多，但就像我想象起来下一样的，其实我会想到，其实佢最像一只客家妈妈一样的，当传统，咩当会少些年，不过佢少了些年的很多客家山歌，佢少的呢客家山歌的腔、声音、曲、词，会因为时代。慢慢的就磨出来睇嚟，像你想，安样的一只客家妈妈，就会像英你下一只年纪起的那味嘅，佢咩起到当歌嘅山腔唱山歌，唔係，佢咩起到安尼田顺腔去唱山歌，唔係，其实佢起到一只城市嘅活动，当少，一城市当杯。冇办法照顾糖豆，佢细细糖豆阿公阿婆充满佢糖嘅山歌。